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，轮啊轮，轮到一粒金石轮。有一款解说，石轮就是古早汤铺用来做汤的家私。假使若是愈大粒，代表讲这间汤厂愈大间，愈有价值。这句话就是比论讲，咱人若是愈会当忍耐，成功的几率就会愈悬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论，读论问论第二条，读论这是读鼻音，论就是承受的意思。会当承受的能力愈悬，会当吞下忍气的人，咱讲是吞忍。另外，禁料古早嘛有人讲是忍料，这个文音读做忍，像讲忍耐、忍受、忍心，咱就较惯势读文音。人讲忍一时之气，会当免百日之忧，就是苦劝人莫生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忍气，会当讲是暂停喘气，也毋过咱目前较常用的意思是讲一个人忍耐型，甲生气先压制落来，嘛有人讲是吞声忍气。第二个词读做气向忍，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讲一个人气伫心肝底，无表现出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轮讲，人讲做生意就爱忍气生财，积气消财。若拄到拗客，就算气向忍，嘛就爱消忍气。还佫有喙轮皮，大家小款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忍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忍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